行其义也。道之不行，以知之矣。从而后，子路从孔子行，相师在后。欲丈人，欲者不齐而相直。丈人，长老之称。以丈何由？由竹器名。何单皆也。丈人以丈皆亦竹器。罗禄之属在道行，子路借问见夫子否？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，或说分，借作分。丈人言：我四体不及勤劳，五谷不及分种，何从之汝夫子？或云：五谷不分，指播种迟早造师当意义分辨。或说此丈人讥子路执乱世，不勤劳四体以播五谷，而周流远行，孰谓汝之夫子而向我所知乎？据下文，丈人甚有礼貌，似不邂逅子路及与面斥。当从前。为子篇第10。